那么，如果我们拿中国的这个现在的 CPI 的构成，跟美国的 CPI 构成去比，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 CPI 构成当中，这个虽然现在我们说这个住房的消费占的比重已经调到了20%几，但是呢，相对于美国还是偏低的。美国的这个消费价格指数的构成当中，住房消费占了40%以上。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他每个月的开支里面40%以上是用于支付这个居住的这个消费，那么这个居住消费反映了什么呢？它反映了这个经济的发展的这个程度。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的时候，你的住房消费开支占比是相对低的。你越发达的经济体，这个你的收入当中用于支付这个你的居住的这部分开支的这个比重就会大幅度上升。那么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差不多是处在一个从一个中低收入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水平，向中高收入甚至高收入转变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比重目前是20%多一点，但是未来大家可以预测这个比重会大幅度上升。就像现在一个大学生，他的这个每个月的工资收入里面，可能他支出最多的应该还是房租，当然，对大多数家庭，你购房的情况之下，这个房租呢你是不付的，你不像自己付房租，但是从国家层面上来讲，这个支出呢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它不需要算每个家庭。它可以算我们全体的我们的住户，在我们拥有自己住房的时候，你每个月的隐含的虚拟的这个所谓居住消费的这个支出是可以算出来，它是用折旧率，房屋的折旧率乘上房价来算出来的。那么这一部分在未来呢，应该还会继续上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这个房价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房价如果持续下降的话，它会导致这些家庭拥有住房的家庭的财富效应缩水，所以他的虚拟租金会下降，也就是他认为他的实际收入已经下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需求支出呢，需求的开支呢也会受到这个收缩的这样一个这个影响。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中国的 CPI 的构成里面，跟发达国家去比，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我们的服务消费，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 CPI 当中的比如说用于这个医疗卫生健康对吧？这个文化娱乐，就是这些开支的它的这个比重呢，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比较少。那么这也是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说你真的这些实物性的消费呢，对中国来说呢，也许跟发达国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将来你跟发达国家在收入上的增加，所能够增加的这个消费开支的这个领域或者项目或者方向，一定是服务性的这个消费。而这个东西在我们疫情3年以后，是受到冲击最大的。我前不久我这个眼睛去做手术，在五官科医院，我就问他们，最近因为复旦五官科是3甲医院，你们的门诊量有没有下降？我得到的答案就是门诊量下降很多。其实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的3甲医院也好，以及很多专科医院也好，其实在疫情以后，他们的门诊量都在下降。那么大家会觉得这个不可思议，你生病不去看吗？的确会出现很多人在生病以后不去看，因为他的预期在变，他的实际收入减少了，所以门诊量是下来的。那么我们最近我在国务院发展中心这个中国经济报告这份期刊上面我和我的团队发表了一个研究，我们用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去看疫情到底对我们的需求有什么影响。我们发现，相对于17到19年，
就是疫情前3年，啊，那么疫情当中以及疫情以后，因为我们的数据到今年的1季度，啊，也就是23年加上24年的1季度，这是疫情后。那么疫情还有3年，我们把这个放到一起去跟疫情前去比，我们的家庭的啊，特别是城市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下降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啊，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你去看它的这个可支配收入的变化，疫情对我们这些家庭，特别是城市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到底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发现很有意思，我们的可支配收入呢，我们的基本可支配收入是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工资收入。这个收入呢变化不是那么大。真正的这个对我们可支配收入造成影响的、减少的，发生在2个领域当中，一个是财产性收入，就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疫情期间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第二个呢，就是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这2个收入的冲击到目前啊，这个效应，疤痕效应是没有完全消除，是导致我们的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到今年1季度，我相信到现在一样的情况，没有回到17到19年的这个疫情前3年的平均值，这是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导致我们消费降级啊，什么这些啊消费开支当中，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现象啊，所以我们说，你要把物价作为宏观管理政策、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 anchor 啊，一个锚，你要能够让它作为你盯住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可以从政策层面上，我们可以给出很明确的一个建议，就是一旦我们把物价作为最优先的宏观管理的目标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呢，从需求这个领域当中啊，去设计我们的政策。这些政策，我想第一啊，你需要政府加大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啊，尤其是经历了疫情以后，我刚才说了，工资收入也许没有太大的变化啊，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财产性的收入和这个经营性收入受到很大的变化，这些冲击所造成的收入的减少，要由政府的政策把它弥补掉。要弥补掉。大家知道29年、33年这个世界大危机的时候，美国罗斯福有个新政，对吧？我们念历史，念这个，甚至于中学我们念这些相关的材料，我们都知道。但这个新政呢，当时叫3.2啊，3个大写的 R， 这个3.2的一个政策体系。第一个 R 就是 relief， 啊 ，relief 就是要救济嘛，对吧？实际上，我想我们经历了这几年的这个新冠疫情冲击之后呢，很多的这个家庭是在收入层面上已经减少了，啊，那么财产缩水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呢，我们急需要啊政府的政策针对家庭有一个比较有力度的 relief 啊，要缓解它的这个收入上面的这个冲击，但这个呢，目前来说，可能在我们政策讨论的时候呢，啊，没有这个太多的形成共识，啊，没有太多的形成共识，所以这个呢，我认为，如果一旦我们把物价作为最优先的目标，啊，2%通胀作为明年最优先的目标来考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基层的政府部门、公共部门的这些部员，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公务员、基层公务员，啊，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员工，他们的收入要大幅度提高，啊，所以在这个
宏观管理的层面上，为了这个猫住这个2%的物价涨幅啊，我们有些政策，我觉得需要改变我们的过去形成的思维。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时候你还去增加他们的收入，对的，因为经历了这样一个基本面的转变以后，需求变成个巨大的约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因为在中国的这个体制里面，我们有相当大的这个比重的人员是受雇于某种意义上受雇于国家的。因为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我们的这个事业单位、机关，最近我在做这个研究，这规模很大，上亿人，他们的收入没有增加的，特别是基层是没有增加。你到了这个基层，你到了乡镇，你到了这个县乡，你到了这个区，到了街道，这些都没有增加，那么其次呢，要大幅度提高我们的最低工资，因为最低工资成为我们这个企业就实体部门他们的工资形成机制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机制。那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长期以来，特别是计划经济以来，即便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长期是有这个低工资低物价的这样一种惯性的。所以我们很多价格呢都被我们的物价部门管得死死的，所以这个就是过去的低工资低物价这个残留的一种思维，都没有放开，尤其是服务业，很多价格产出品，服务业的产出的价格很多都是被政府管着的，就怕放开价格。其实你价格放开，你的工资、你的收入要跟着价格走。它就慢慢的摆脱你过去的这个低工资低物价的这样一个循环，在这些领域当中，我们的改革没有发生，所以呢，这个最低工资是要大幅度提高，因为它是这个实体经济当中这个工资形成机制的最重要的一个机制。而且最近大家注意到，国务院有一个意见出来。就是说到这个扩大就业的时候，里面提到什么呢？说我们的企业应该加强这个集体的谈判，在工资这个上面所以有时候我讲这个，大家会说，这个企业日子很难过，你叫他加工资，那怎么加得了？那你要加工资，对吧？你不加工资的，因为你只要给他这个机制，对吧？那假如这个员工跟企业可以有更好的这个受到鼓励的这个劳资谈判，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集体协议，对吧？那么他们可以要求加工资，企业你可以考虑你要不要加工资，对吧？然后你政府有最低工资的指导线，你要大幅度提高，对吧？你加了工资以后，你可以转嫁这个物价，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在产出端你要解除对这些产品的这个严格的价格管制，你要让市场去定价。我们现在不是说要治理这个内卷嘛，对吧？那么你其实治理内卷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把物价交给市场去定。为什么他现在非要定的比你低？他为什么不可以定的比你高？对吧？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完全打破的，完全打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们即便在物价这个层面上，比如说我们撤销很多的这价格管制，推动很多的价格部门的改革，让价格更多的交给市场，我们把更好的这个集体谈判引入到企业里面，因为这些领域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知道，这些领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里面改动最少的，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所以我们要把服务业放开，服务业的价格放开，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做，而且这也将推动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留下来的，真正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往往都是在这些部门，而且包括我们的事业单位，
都没有市场化，而事业单位恰好是这些文化、教育、娱乐、医疗、科技，这些都是中国未来要大力发展的部门，而这些部门恰好是在事业单位的这个编制当中，完全是受政府的这个预算控制的，它不能市场化，所以它的供给上不去，那么这样就导致了我们的中国经济当中，很多东西都过剩，但是这些领域里面它的短板一直得不到解决，所以这些问题呢，我觉得都跟这个我们今天宏观经济碰到的这些问题有巨大的这个关系，这些都需要去改革。总而言之呢，我是觉得说，对我们的这个宏观经济来说呢，我们长期以来我们管理它、治理它的时候，基本的思路还是说扩内需，对吧？我们要扩内需，但是呢，这个扩内需你要是还走老路，你还是把更多的资源投到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那么这些东西很快就会变成产能，这样你的经济的就会进入到短期的繁荣会带来更长期的一个相对的过剩，所以物价是长期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改变一个思路，要意识到基本面的变化，及时的在宏观层面上把注意力转向对物价的管控，转向对物价的这个调控，中国需要一定的通胀，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些方面错过机会的很多经济体，特别是日本，后来经历了什么，而且从我们的人口转变来说，大家知道少子化，结婚的越来越少，孩子越来越少，你的整个的这个消费需求长期的趋势应该会持续的下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再继续把你的这个政策的重心放到扩大供给这个层面上，你将来的这个经济会越走越窄，你的通缩会不可避免的，长期通缩或者长期萧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从这意义上，我们要尽早的把思路调整到对物价的这个支持性物价，我们把物价要维持在一个能够让这个总需求跟总供给更好的匹配的这个层面上，可能明年就是把2%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物价涨幅，作为一个可以盯住的一个政策，然后借此机会来调整整个这个政府开支的结构，把更多的这个支出从过去的这个支持基建要转变到支持家庭，增加我们中低收入的这个实际收入，中低收入阶层的这个实际收入，有些大量的这个家庭负担比较重的项目，逐步的由政府的财政来买单，我想这个是做得到的。我们每年有65万亿之多的基建投资，我想我们有这么庞大的一个这个基建的存量，是吧？如果再继续扩大基建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话，我想对我们的经济会带来非常大的收缩性的影响。所以不如呢，在这个时候改变思路，逐步的把更多的政府的支出呢转移到以家庭为中心，增加实际的收入，增加我们的工资，理顺物价和工资之间的这个关系，放开大多数领域的这个价格，包括能源的价格，我们现在都习惯了很多能源的价格不涨，对吧？我们这个公用事业的价格长期不涨，我都习惯了，但这不是我们要的，这真正要的是要让这些价格跟它的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工资收入能够联动，确保这个我们的总需求水平，特别是消费需求，能够持续的保持在一个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发展的这样一个水平上，我想这个时间也到了，那么我
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家会注意到最近这1-2个月啊，因为为了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最近大家都在谈论啊，明年怎么来设定这个宏观经济的这些指标啊。那么我这个也是抛砖引玉啊，这个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啊。我最近也注意到我的一些同行呢，也开始有类似的这样的想法。我想一旦有更多的知识界的人士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发声我相信对我们的政策的这个调整呢，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